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9。加勒太书6章14节安尼讲：若是我断毋夸口别项，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定。对一个就世间活顶十字架，活世间也是安尼。三甲来祈祷，找主耶稣为阮顶十字架救赎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爸，疼痛的主，和平的君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极大无比的疼，无看阮是卑微、软弱、有的。也无纪念阮的罪过，主啊！你为着救赎，甲挽回阮，竟然找你所疼的独生囝，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。为阮钉死十架，来替赎阮。主啊，你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，伫这纪念主耶稣为阮受难的日，阮断毋夸口别项，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定。对一个就世间活顶十字架，愿世间也是安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